继续来看南投县长林明珍为这个有事群做店长咧话卖，原来这是伊就职1周年关键年终的活动。为着要推广到地方的农特产，林县长特别来到南投八卦山的市集帮忙推销。伊这1年来的政绩，包括双龙七彩吊桥、国姓乡的立功园等等。林县长讲，接来3年会继续拼观光。 南投县长林明珍化身做总店长，在八卦山市集叫卖水果，推销农特产品。来哦，关牛店哦，今天来买鱼，木瓜直接来好。民众看到县长帮忙叫卖促销，嘛拢紧来买来捧场。这是县长就职1冬了后的年底活动，带领主管团队来推广农特产，嘛强调1冬来对观光做真侪努力。 双龙瀑布啊，从那个破釜台风啊，那个莫拉克洪灾啊，到现在10几年的闲置在那边啊，所以县长为了让这个这么美丽的景观啊，不能够闲置啊，所以我们筹措了5500万，兴建双龙七彩吊桥。 林明珍表示，讲未来3冬施政的重点，就是要加强南投的特色，吸引更较侪旅客来观光，增加南投经济成长。